韓股我哋放喺度咧，20年就會上天堂。而家真係上天堂Westpac 10年個價冇升過 ，NAB 個價仲低過10年。呢啲唔係一啲嘅小説，呢個已經變成咗一個現實嚇。大嘅藍籌股頭20大嘅股票喺高波幅嘅情況之下，喺所有投資者好容易攞到消息，而且亦都會俾呢啲消息牽引之下咧，佢哋會做出任何嘅事情包括15蚊 sell Macquarie Bank 都會出現。咁所以咧，我哋即係睇呢幅圖嘅意思係咩咧？如果大家諗下呢幅圖嘅小朋友係你哋嘅小朋友，你想去望嘅嘢係望乜嘢咧？你想去望到係日出定係日落咧？你想去望到啲咩咧？其實咧，我 download 出嚟嘅時候咧，呢幅係日出嘅，但唔知點解我睇嚟睇去都係日落，我唔知點解我係撳日出，大家翻去撳日出咧，就會見到呢幅圖啦。但我唔知點解睇嚟睇去都係日落可能顯示我個人風險承受程度咁呢個係即係其中一樣。但係咧，如果大家係覺得我以上講嘅趨勢係有啲合理嘅話咧，大家嘅投資就應該喺日出嗰邊就唔好投資喺日落嗰邊。舉個例子，日出嘅係咩咧？新興國家，新興國家會帶嚟啲乜嘢我哋嘅投資機會咧？第一就係話 instead of 我哋要瞓身咧走去買Linux 由稀土大佬10蚊成本買出去90蚊就發達啦。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機電工程公司啦？一啲幫礦務業做呢一個勘探做呢個電機工程。